桃园机场因为南跑道进行年度维修，造成航班大乱，后民众是真怨叹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立法院会室内，嘛指出讲开始上班才公告维修的时间，朝野立委是拢真不满。民进党的立委嘛讲，这款情形若搁发生，桃园机场公司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应该拢爱落台。桃园机场伫初三进行南北道的细修作业，造成500岁航班误点，引起民众的不满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初六请交通部做专栏报告，民进党调委李坤德对家己人批评也真猛烈。这期土机公司伫细修进前11天才公告，批评部长王国材督导不周，王国材也为此道歉。我真的对于3月3号当天造成这个民众的不便，我在这里表示非常这个抱歉哈。部长，我不客气的讲，你督导不周啊！如果再有这种混乱的状况，你们两个都必须要下台。王国材表示，除了公告的时间爱提早，航管部分伫细修期间无管制，未来这块拢爱做检讨。因若在野党立委也批评土机的排名下降。王国材解释讲，伫过去疫情期间有真侪店收起来，土机公司拢会针对这部分继续做改进。沟通上面呢，我想这个塔台跟陶机公司这边是不是没有做足这个准备？准备不足，因应失纪，沟通失灵。也借这个机会，向我们的社会大众非常郑重的道歉。机场公司这一次系统性的整合没有做好的地方，我们会积极的改进。国民党团也质疑土机的人事是后下，王国材是听现任的董事长杨伟虎，认为伊的专业度无问题。因若土机的人事伫咧过去拢有定选制度，伊讲无国民党所讲的地盘产交办人事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